5日节要到咯，真侪店家拢在赶工绑肉粽。台中市区一张菜市仔内有一间肉粽店，一粒粽才卖15块。逐工早起7点就开始卖，无到10分钟，2000粒的肉粽就卖了了。所以常常到透早5点，就有民众来排队等买。结果讲有民众等伤久咯，身体无爽快，就要叫救护车来送病院。 救护车停伫肉粽店的门口，因为民众敢若是排伤久，人无爽快。到底是排什么肉粽？排遐济人？你看这肉粽店的门口，真正拢是人。拢讲5、6点就来咧排，你无看？怎么大家拢无啊？原来伫台中市区的市场内，这间肉粽店一粒肉粽卖15块，7点开始卖，较无10分钟，2000粒就卖了了。所以讲透早5点就有真侪乡亲来咧排练。感觉安那？好食。 啊俗啊！俗是一个原因，不过嘛有真侪起价肉粽店人气同款真好。100粒215嘛。台中外埔这间肉粽店虽然一粒肉粽起到22块，不过5日节要到啊，生意有够好，员工嘛是爱为早起包到日头落山。从早到晚包几个啊？超过600粒啦。400粒、200-300粒嘛有，要来讲，较大个小个啦。 5日节要到啊，肉粽真抢市，咱乡亲若是要排咧买肉粽，嘛要考虑到家己的身体状况。